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，阿公带孙，爸带囝，翁带某，妹带兄。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使一个目杯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红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天天又开心。今仔要甲恁讲的就是讲开车，啊若载起来吼，唔是载坐啦，载起来。这4位3加1诶，拢开车，大家拢会晓开车。係啊。咱来请教，来先来请教你。好。开车有什么歹处，啊有什么好处？开车好处吼，就是讲吼方便啦。方便。对啊。行东往西拢最方便的啊。趁钱无人知啊，就咱做小一定爱开车啊。开车歹处咧。歹处是讲有当时找无所在好停车。哦。啊，像讲你车内面敢有对这个卫生方面，你敢知影？我较唔知，因为我拢红洗车较济啦，哈，只有红洗啊。安尼哦。嘿啊。啊，你拢唔知啊？唔知。唔知我别人。嘿，但是我知影讲吼，迄个韩道路吼，世界垃圾的。哇，咱咧看韩道路无？啊，你头头唔是讲唔知？但我要看报纸我才知。讲迄个物件吼，比了咱咧买汤无？细菌哎呦，垃圾交杯啦。你讲困哦？困哦。啊，哥哥，啊，你讲拢会哪开车，有时啊，搁会摕物件食呢？我就是安尼啦，莫怪我就是人讲的垃圾食垃圾肥吼。我用咱开车咱食对无？愈食愈肥。你用食韩道路啊？我食到个细菌我当作你食方向盘。哦，讲实在爱注意，所以你方向盘可能要较接消毒，较接清洁。哎呦，迄个酒精类消毒。嘿啊嘿啊嘿啊。啊个吼，咱为着讲啊，咱空气对流啦，啊有诶讲窗仔门爱关起来吼，啊，敢若吹冷气。我垃圾空气走起来，唔通互垃圾空气走了。这内面拢安尼是还无影呢。安尼唔对哟。一定啊，窗仔门爱开，迄个空气外口甲内面的空气爱对流。听讲吼，内面的空气是足垃圾，足垃圾。哎呦，咁你迄个过滤网迄个你若无食完，哪有法度？啊，所以就是讲，迄个过滤网爱较接对清的啦。哪会冷气共款嘛？嘿啦，爱接清啦，迄困才袂安尼伫咧厝内底一直咧循环，对啦。还佫有开车，即马上界行的，就是行车记录器。哎呦，你敢有？我也袂装呢。我嘛袂装，我要装，你无装，来装，我嘛无装。哦，恁这的人有影真正哦。我嘛无装。因为我本来要装呢，但是哦，尾仔讲好，那做好代志、歹代志拢用知呢。真的哟，你敢安尼咧？我感觉装起来较安全啦。我常常咱即马新闻咧报啊，有啥物事故的时阵一清二楚。哦，对唔对？啊，安尼爱装，较袂讲报有啥物纠纷啥。对啊，莫装莫装。先来讲。啊，万一我若家己违规有无？啊，毋是家己。嘿啊，你莫啦。不行啦，装起来较好啦，再提醒自己不要违规嘛。是爱装啦，我最近嘛想要去装。对，按说卡装者啦。好啦，两个当天装较俗啊。当然啦，我一定叫你出钱啊。数个，就来做这四台一起。啊，要装之前吼，先来看咱的轻松搁趣味的得奖。太水。哎，小姐，你要来住民宿啊？啊，唔是啦，请问一下，你敢是这间民宿的头家？哎，对对，天天民宿是我的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这是我的名片，请多多指教。哦，这个哦，秘书的哦。是。哇，你这间公司哦真大间，要来阮遮度假是哦。我跟你讲，你来遮度假，我特别算你较少，而且哦，阮遮房间拢总有5间，你若住袂落无要紧。咱开始民宿哦，我介绍我拢算你较少。头家。唔是啦，阮公司吼要来建设遮的民宿啦，要甲恁遮的民宿吼打造成度假天堂。今仔日吼我是专工来看者，啊要请恁配合者，看会当合作无啦？是什么度假天什么合作？歹势哦，是啊，就小姐，
你好，来，这是我的名片，请多多指教。嘿啦，这位小姐伊就头头讲啦，讲吼伊要来甲咱合作吼，甲咱开发，毋知什么意思，你敢无听讲？无啦，这位小姐，阮这民宿吼，拢迄个私人的产业，那恁公司是要来做啥物开发？阮公司吼要出资金啦，看是甲恁合作，还是甲恁遮的民宿拢买落来。啊！拢买落啦！啊，你伫个民宿中心，你敢有听到这款消息？无啊，我嘛无啊。歹势吼，今仔日吼，我是来遮看看小记录者，我阁会找时间吼，甲所有详细的事情吼，再甲恁讲个清楚啦哈。无我爱无用，我先来去，哈，多谢哈，谢谢。顺行。哎，是啊，啊，奇怪呢。最近我拢也无听讲啥物迄个有公司要来遮是做开发的代志呢。我嘛唔知，你问我问啥？阿姑，啊，哇，遐真闹热呢！有影，你娘妈祖？唔是阿妈做啦，我有听到吼，大家拢咧讨论啊，讲啥物要甲咱这民宿街吼开发做度假天堂。啊？度假天堂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哇！哦，这是什么日子啊？迄乌头车咧过来台咧呼呼叫、算算叫，一直驶对民宿这车来。哦，我知，一定是什么大人物要来。哎呦，凡说迄落什么咧好莱坞的巨星，迄魔鬼终结者我的偶像，迄安怎死嘛性格迄个肌肉男啊是迄个性感女神卡卡要来，凡说要来到阮开心民宿咧，我紧转下去。迄个。静文姐，可是讲我若无看唔到，你一定是阿群哥哥哦。哇！我连命都遐悬哦，哈你也知影我是阿群哥哥，哈哈！啊小姐啊，你免那称呼。你好，来，这是我的名片，请多多指教。哦，陈秘书哦。是啦，阿群哥哥，我甲你讲啦，阮公司吼要建设民宿啦，我有听人讲哦，讲你这个人哦，唔拿烟头，头壳有够巧呢，所以哦，要借用你的才华啦，跟阮公司合作者。那你捌会，那才华唔是咧臭蛋，阮足钱拢还未发挥出来啦。知，剩一颗大财。是讲吼，如果讲到等下，咱是要来合作。我是想安尼啦，无咱找一个所在哦，我好好甲你报告一下。你是要找迄落较暗，还是较光的，还是迄落电火五拍？无啦，迄落灯光美，气氛佳，你欢喜就好啊。我专门咧，我拢定带车仔去啊。无啦，我知有一个所在袂歹，我车车，对这来。好，谢谢，请。这轮计划书吼，就是这间公司要来咱民宿这规划、行销、经营所做的报告书啦。恁吼看较详细，较做决定。那照这个计划书的内容吼，是写了真好。也毋过这牵连到资金呢，这个对方敢有这个材料？这我嘛唔知影咧。毋过吼，我有透过关系哦，拜托人去调查。咱呢，这真是一间民宿，其他的民宿遐有啥物意见，再看看啊。目前是有人赞成啦，嘛有人反对。所以讲吼，无论什么代志，拢是一体两面啦。看你是安怎看的？我若安尼，青啊，你咧，你是赞成还是反对？我的感觉是，若民宿搁较水、搁较闹热、搁较趁钱，我当然赞成的。毋过吼，资金方面、利益方面，一定要分得清清楚楚，安尼才袂废去。我是想法甲你无共款。我是感觉吼，咱安尼个人经营这民宿吼，就安尼好势吼，啥都爱互外人来插插啊。
啊，因若想要起民宿，煞不要去别位找地起哦。恁讲的拢无毋对啦，啊，毋过吼，恁爱想清楚呢。要配合毋配合，恁爱家己做一个决定。我即马嘛有代志啊，我吼要先来走。对方较输若有啥物消息咯，我会随来甲恁通知啊。吼，啊无恁大家考虑看卖啊。这阮老来先去。看较详细呢。免说阿姨啦，我先甲你讲哦，你什么咧民宿的这开发案嘿哦，我是袂参加哦。丽啊，你毋免遐尼紧就做决定，要参加毋参加啦，等大家讨论了再来讲啦，好无？唔免遮麻烦啦，我拄则就讲过啊，咱个人做个人的民宿开甲好势好势啊，经营咱嘛顺势顺势啊，是安怎都爱搁互外人来接触。会长，我就是反对。无啦，我对我赞成。哎呦，我透早有乌耳啊咧，我敢会听唔对？你讲你赞成？无错，规章好好。咱来借问一句啦。好，我互你问。你也毋知头，也毋知尾，啊，你著话赞成是赞成啥物？你敢知？我哪会唔知？你咧讲民宿的开发案对无？来，嘿，你看看。哦，对。哎。啊，你哪有这场迄秘书的迄落研究？这场慢才是研究。我甲你讲，你爱知了，因为我往那算吼，开新民宿的小老板呢，啊，你有这重要代志，先免甲我通知哈。无咱来借问的。好。你赞成这个开发案是理由是啥物？真简单，两字，趁钱。你甲试看卖。咱迄民宿遮啦吼，规个拢总翻新的，搁定装潢，搁美化环境，安尼水当当，啊是毋是？人客来听到讲哦，一直来，人客来济，咱大家就趁钱诶，趁钱是啊，倒遐咧买。你有影有巧呢，这个代志我哪拢无想到。是啊，你著读甲是要安怎甲我比？我这是发珠的，你迄是底豆腐的了。啊，你目睭糊糊，别人看到咱雾，你看拢近啊无啥，看较远去。当然你无想到遐，我袂怪你啦。鸡仔乌路，你阁真正应该接骨着。这个民宿开发，毋是你想遐尔简单。所有民宿的利益你有想过无？资金的分配，你敢有算过？哎呦，迄一切资料我看甲清清楚楚，无问题啦。毋是你讲无问题就准算哦，这都要经过慎重的评估，完全拢无问题，安尼毋才有准算呢。哎呦，毋免惊咧，向前行，带着钢盔往前冲，冲，安尼就对啊啦。对你好啦。若像你这种，我咧做代志拢无咧经过大脑思考，迄时间吼，大家都你害甲切落去啦。这你讲的啥物话？我是咧甲大家斗相共了，大家趁钱了。冲，伤雄，小可拄着海洋，你就冰船啦。不管哪人讲，我就是反对。我赞成啦，反对，赞成。喂，你家己莫讲我好无啦？拜托诶，有什么代志大家坐落来冷静啊，大家好好讨论安尼好无？免啦，免啥物讨论啦，嘛免坐啦，反正我赞成就对啦，啥人来讲都无好啦。滚啦！你来看。即马总无咧惊我咧。你先的，你即马甲先干，你会头到尾顶顶，甲你算了。阿姑，因两家伫遐即回为着即个民宿开发案的代志，哪会冤到这严重？对啦，唐达，你对即摆即个开发案，你敢有赞成？赞成哦。讲真诶，阿舅，伊的迄客画书吼，我有甲看过，真正规划了袂歹哦。啊，若讲吼，因真正来当照即个客画书的内容吼落去进行，我相信吼，咱遮的民宿街一定会变做度假天堂，对咱业者是好的消息哦。照你安尼讲起来，你敢若对这个开发案安尼热噗噗呢？你意思讲你赞成这个开发案哦？嘛毋是讲完全赞成啦，因为吼，我有特别甲注意到哦。因即个利益的分配吼，写到无清无楚，所以阿舅，你若去参与公司开会的时阵吼，你爱甲这点提出来讲哦，啊若无吼，咱真正会吃亏呢。当然啊，我这样是等您通知啊，等您通知了，我才做决定，看要参加毋参加。是讲，嘿，谁啊？唐啊？哎，会长，坐。请啊，你对咱民宿这个开发案吼，你敢有同意？
啊，会长，你毋是讲要等因通知，啊通知来，我看因的客户数，我嘛才会当做决定，我是要参与啊，无要参与。对方哦，伊是有派一个代表啦，啊，甲所有民宿的业者吼做一个说明啦。嘿啊，啊，如果若业者哦伊同意的话啊，袂当随签这个同意书啦，安尼代志就解决啦。啊，会长，对方派代表是啥物人？滚啊啦！哦，那是伊啦。我嘛毋知影呢。啊，毋过哦，有一寡民宿的业者吼，拢去互滚啊洗脑啊，啊，对即间的开发案哦，拢真赞成呢，拢举双手呢。哇！我看安尼即摆群啊是安尼吼，心了怀，就来做决定呢，一定要甲即个开发案要甲敲好安尼。青啊，我咧想呢，嘛感觉足奇怪咧。迄对方哦，一定有互群啊好处啦。恁甲想看觅，啊，若无以群啊的个性，哪有可能会主动出来甲对方斗相共，啊来说服咱逐个啊？等等，安尼啦，阿群对你较好啦，你规矩吼去伊遐探听即个代志，看到底是安怎，你转来甲我讲。好，阿舅，交代阿我。安那要小过哦，臭屁爱有实力的啦，毋是咧臭单的。我甲你凊彩讲两三句尔，人对方随同意，哈哈，我是足欣赏我家己，足钦佩我家己，我哪会遐敖咧？安尼哦，真正毋是咧臭单的啦。我阿公哥哥，歹势，互你等足久的吼。没啦，秘书，我嘛才拄到位尔。是啊嘿，阿公哥哥，喂啊，毋知你代志办了安怎？啊，这两份的同意书你摕，嘿，拢签好啊。哇，阿公哥哥，啊，你哪遮搞啦？啊，一日啊就签2份哦。哦，毋是咧臭单的啦，你探听看觅咧。我近来伫这个民宿这家人缘好，信用够赞，主要我若要做生意，大家拢嘛甲我斗相挺。所以讲吼，你这个工课啊，交代我南山过山的细条的啦。这我知啦。啊，毋过阿公哥哥，喂敢若签2份是无够的哦，你爱加油吼，争取搁较侪业者签搁较侪份才会用的，知无？我知，我会认真打拼，争取搁较侪业者同意书吼。是讲阿公哥哥，喂，迄天天民宿甲开心民宿，你敢有法度签着同意书啊？讲实在啦，啊，甲看看哦，这民宿这内底吼，拄啊这2间哦，上歹剃头啦。迄一个钱啊吼，哦，迄是巨魔甲有快哦。啊，另外迄个一个大指头啊吼，迄哦小到翻，甲敢袂是食了翻鸡卵的，迄2个个性甲鬼都无共款哦，真歹瞧。啊，听你的意思，啊，你毋都无才调哦？这什么无才调？我阿舅那字典内底无迄个无才调这3字，我会认真吼，啊，你甲洗脑，甲讲甲互因同意好。我就知影阿公哥哥你上交的，交代互你的妥当的啦。啊，那安尼你就爱加油哦。哦，我知我会加油。啊，不过秘书啊，你爱记哩了。哎，度假中心哦，啊，若成立了后吼，啊，你答应我的条件你都爱实现了。你放心，阮公司开的条件绝对讲会到做会到。哇，安尼上好。阿公哥哥，那安尼吼，我公司还佫有代志，我先来走哦。哦，不用做你啦吼。事拜托。免客气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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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！免烦恼啦，秘书啊，你交代我代志，我会甲你完成的啦，毋是咧臭单啦。你个秘书这咧探听看卖，我滚啊了哈，我毋捌你做失败了，我无甲你。阿公哥哥，哦，约会吼。无啦，啥物咧约会？我甲秘书咧讲生理啦。哦，哥哥，我头有听到吼，啊你讲的同意书是啥物同意书？哦，这哦，来，这。煞毋知哦，你讲咱民宿开发案业者的同意书啦。哦，哥哥无简单哦。你这边吼为着这个开发案真注重哦，啊，佫会替对方来说服咱大家。哇，袂歹哦。当然的咯，我咧讲啦，咱头路爱愈做愈大吼，啊，钱才愈赚愈济啦，你知无？无毋对啦。啊，毋过吼，我拄则有听到哦。你讲这对方要害你足好的条件，哦，啊是啥物条件？啊，就迄落，这袂使讲的秘密，这我无方便甲你讲，后摆你就知。连我拢袂使讲哦。
糖糖，你要相信我啦。等咧哦，民宿开发成立了后，咱咧休闲度假中心哦，完成吼，我会互你过着幸福、快乐、美满的日子啦吼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日天天又开心要发来的小句呢，大家应该拢定来听过。叫做买卖算分，小正无论。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就讲咱虽然讲是朋友，咱总讲足知己的，也毋过咱是生理代啊。咱朋友还朋友啊，做生意还是做生意啊。啊，你甲我买这，我就爱算你1000就1000。哦。你免讲啊800好无？啊800我就了钱啊。哦对啦。啊，我要请你偌济？我请你5000，我嘛甘愿啊。哦。这就讲吼，朋友原在啊呢。唔系讲朋友啦，尊做亲兄弟嘛是要算清楚。是。你不能亲兄弟的明算账，兄弟啊烧酒。哦，我借1万就是还1万，袂使借1万还5000。你若甲我借1万，我请你2万，我嘛爽，对无？哦，小正无论。啊，都大概咱天天又开心要录影之前，咱两个搁你比13张有无？嘿啊，输赢吼，就是拢照算，虽然是好兄弟啊，若暗时啊录了要食宵夜，要啉烧酒，才搁讲。大部分拢无我咧请，干这？啊，就伊输啊。因为阮比比吼，输的人都爱请。啊，你好逊哦，哥哥。啊，但是良心讲啦，人除非你捌输300，交来一罐四锅汤的啦。迄罐都要1000啊。所以讲嘛，反正吼，抬头的生意有人做，了钱的生意是无人做哦。所以呢，30分钟呢，咻一个真紧就过去啊，要搁甲恁讲再会咯。要奉劝咱乡亲做生意，买卖一定爱啊，以5万件。大一道，阮感谢。